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莎听歌学台语，我是丽莎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歌词是萧煌奇的《送予你的歌》。这首歌写出了厝外囡仔的心情，也写出了父母的心声。咱即马就做伙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娃娃 TV， 听到迄条你爱唱的情歌，看对迄边底等你的窗外，天不时咧变化。咱过着个人的生活，自从迄暗你无住伫楼骹，你的枕头已经拍过搁拍，听秋蝉咧摇落，一声一声你的名。中秋陪伊又霜降，上亲的人上无闲做伴，离愁飞远的鸟只，毋知大梦的山也踮伫遐。写予你的歌，挂念毋敢讲出声，声声句句做你拍拼，做你去追梦，望你袂虚华，发心袂颠达，打苍做实，实在拼，心内较轻松。送予你的歌，歌词唱喙内底加，甲天毋望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遐几领你的衫，衫2工洗过拍过搁拍，一领一领行拗黄用野，看到毋甘。上缘袂移又小远，上亲的人上无闲做伴，离愁飞远的鸟只，毋知大梦的山也踮伫遐。送予你的歌，歌词唱喙内底加。甲天毋望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遐几领你的衫，衫2手着捏伫棉枝骹，一领一领风掠过头鬃，看到会寒。听到迄条你爱唱的情歌，看对迄边底等你的窗外，天不时咧变化，咱过着个人的生活。这几句歌词就是咧讲，厝里的四大人，毋管是爸爸也是妈妈啦，拢踮伫咧厝里，一工一工点点啊过家己的日子，慢慢啊等待家己厝外拍拼的囡仔倒转来厝里。自从迄暗你无住伫楼骹，你的枕头已经拍过搁拍，听秋蝉咧摇落，一声一声你的名。大就是伫一个所在生活也是过暝，亲像我住伫美国。住伫厝里，转去台湾就住伫阿嬷兜，出去佚佗就住饭店。楼骹就是一间楼仔厝，咱讲有2层好啊，1楼是楼骹，2楼是楼顶。若3层呢，对3楼来讲，2楼、1楼拢是楼骹；对2楼来讲，3楼是楼顶，1楼是楼骹；对1楼来讲，2楼、3楼拢是楼顶。好，晒就是甲物件摕出去外口，互日头照，亲像晒衫。咱人行出去外口，互日头照，就叫做晒日。歇热就是放暑假的意思，因为暑假拢是伫热天嘛，热天伤热，学生囡仔拢无法度读册，所以就互因歇困放假。所以伫热天歇困放假，就叫做歇热。同款的道理，因为寒假是伫冬天。所以伫冬天歇困放假就叫做歇冬，嘛会当讲歇寒。好，安尼自从迄暗你无住伫楼骹，你的枕头已经拍过搁拍，听秋蝉咧摇落，一声一声你的名。这几句歌词就是咧讲，自从囡仔出外拍拼无住伫厝里了后，厝里的父母因为思念囡仔，定定拢会家己的枕头摕出去外口拍拍的。就是为着要互囡仔随时转来的时阵，拢会当住较舒适、较好困的。热天的时阵，秋蝉会叫嘛，伊迄个叫声会互人有一种郁卒、悲伤的感觉，互父母听着，亲像听着咧叫囡仔的名共款。中秋袂移又霜降，上亲的人上无闲做伴，离愁飞远的鸟只，毋知大梦的山也踮伫遐。霜降是24节气内底的其中一个。差不多是伫旧历9月底的时阵，新历差不多是10月23、24号的时阵，霜降到啊，就代表秋天伫要结束啊，所以天气会渐渐啊变寒。
泅就是动物的厝，亲像猪泅、狗泅、蜂泅、鸟仔泅。大蒙就是水气较重、较寒的时阵，伫外口会出现的一种现象，就是规个会白茫茫，拢是蒙雾，亲像山区早暗就较到大蒙。好，安尼中秋袂宜游酸港，上亲的人上无用做伴，离收陪远的鸟只，毋知大蒙的山也踮伫遐。即几句歌词就是咧讲，过了一个无法度团圆的中秋节，搁来到酸港。家己上亲的人煞无法度转来陪伫家己的身躯边，出外打拼的囡仔就亲像飞出去的鸟只共款，无用到毋知影厝里的爸母搁咧等待伊倒转来，只是伫外口一直拼，一直拼，一直拼。写互你的歌挂念毋敢讲出声，声声句句做你拍拼，做你去追梦，望你袂虚华，发心袂颠达，打苍做事实在拼，心内较轻松。发心是不高的用词，普通时应该较无人咧用啦。发心有决心、希望、发愿的意思，伫即个歌词内底应该是初衷的意思。颠达是代志出差错、出状况的意思。换一个词讲，就是脱册啦。好，打苍做事就是做田卖菜啦。台湾因阵是农业社会，大家嘛无别种工课会当做。敢若会当做田尔，所以人讲做事就是做田啦。毋过做事即嘛有做工课的意思，亲像伫外口上班，就拢会当讲是去做事。打苍咧有一个俗语讲，甘愿打苍卖菜，嘛毋愿甲人公家翁婿，啥物意思咧？就是讲甘愿过艰苦的日子，嘛毋愿甲人公家一个翁婿啦。咱为字落去看，苍嘛是一种菜嘛。所以打葱出去卖，就是去卖菜；所以打葱就是卖菜；所以即个打葱做事就是做田卖菜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艰苦人的意思啦。毋过伫即个歌词内底，应该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的意思。好，安尼写互你的歌挂念毋敢讲出声，声声句句做你拍拼，做你去追梦，望你袂虚华，发心袂颠达，打苍做事实在拼，心内较轻松。即句歌词内底的歌，咱会甲受做批，爸母写互囡仔的批，内底毋敢写出对伊的思念，因为惊伊会烦恼。所以拢是写一寡叮咛的话，亲像叫伊爱好好拍拼，好好做事，毋通虚华，莫忘记家己的初衷，爱脚踏实地，骨力拼。送互你的歌词唱喙内底加天毋忙，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遐几领你的衫，三两工洗过拍过搁拍，一领一领惊拗黄用野，看到毋甘。遐就是用手去揢物件的一个动作。大部分是用伫咧揢衫，也是布类的物件的时阵，亲像遐衫、遐棉被。因阵我阿公拢会讲去甲我遐一领衫来。好，拗黄就是物件放足久，豆豆变黄去啊。亲像我即本册就拗黄啊。用野就是一寡你放伫表面，而且足久无去吸，也是无去拭的物件。这物件若是放久，顶悬就有一层幼幼腐蚀的垃圾物件，亲像我这电风就足久无用啊，我嘛无收起来，伊顶悬就有用野。好，安尼送互你的歌词唱喙内底家天毋忙，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遐几束你的衫，三两工洗过拍过搁拍，一领一领惊拗黄用野，看到毋甘。即几句歌词，咱共款甲歌受做批，我收啦。歌词唱喙内底加，应该是咧讲爸母咧写批互囡仔的时阵，迄种想要写出思念，毋过煞毋敢写，惊囡仔会烦恼的迄种心情，所以因只好甲天拜托，请因保庇囡仔会当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我想这应该就是做人爸母上大的愿望啊！爸母为着要互囡仔转来的时阵会当带较舒适的，所以除了头拄仔讲的，定定甲枕头摕出来拍以外，佫会定定甲伊的衫嘛摕出来洗洗拍拍的，互囡仔转来的时阵就随时会当摕来穿啊。上元袂圆忧小满，上亲的人上无用做伴，离收陪远的鸟只，毋知大梦的山也踮伫遐。
上元就是旧历的正月15，就是即马现代讲的元宵节。啊，小满嘛是24节气内底其中一个，差不多是伫旧历4月中，新历5月20至22号之间，差不多是咧落黄霜雨的时阵啊。好，安尼上元袂圆游小满，上亲的人上无用做伴，离收陪远的鸟只，毋知大梦的山也踮伫遐。即句歌词就是甲头前的迄段中秋袂圆游霜降，上亲的人上无用做伴迄段共款，伊只是甲中秋节换做元宵节。啊，元宵节嘛是一个爱团圆的日子，毋过伊嘛是阁无法度过一个团圆的元宵节。其实为即两段歌词，就会当知影，伊规年烫天拢无法度转去厝里。送互你的歌，歌词唱喙内底加，家天毋忙，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遐几束你的衫，三两手着拿伫年枝骹，一领一领风掠过头鬃，看到会寒。呢，就是甲物件挂起来拍，也是放伫咧一个冷风的所在，好打。亲像内衫。内衫换一个讲法就是披衫，阮兜是拢讲披衫较济啦，毋知影大家拢是讲倒一种较济咧，会当甲我分享一下哦。好，啊年枝就是厝顶一块烟肠出来的所在，啊年枝骹咧就是即个所在的下骹，若是落雨天，足侪人就会伫年枝骹避雨。好，安尼送互你的歌，歌词唱喙内底加，家天毋忙，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遐几领你的衫，三两手拿伫年枝骹，一领一领风掠过头鬃，看到会寒。即几句歌词的头前，咱头拄仔有讲过啊，就是咧形容父母迄种心内底思念，毋过煞毋敢讲出来的心情，只好甲天祈求，希望囡仔伫外口会当无灾无厄，平安无惊吓。啊，后壁即几句咧，就是咧形容父母迄种看袂着囡仔的迄种寂寞的心情。好，安尼大家拢有了解即首歌的意思啊吼。安尼咱即马就来复习头前的一寡词。大是伫一个所在生活也是过暝。我即马人住伫美国。楼骹是一间楼仔厝，楼顶的下骹。阮阿母伫楼骹咧煮饭。晒是甲物件摕出去外口，互日头照，伊的面去互日头晒甲红记记。歇热是放暑假的意思。咱今年歇热做伙去海边啊耍水好无？霜降是24节气内底其中一个，差不多是伫旧历的9月底，新历10月23、24号的时阵，霜降来啊，代表秋天要结束啊。树是动物的厝。迄丛树仔顶悬有一个鸟仔树。大蒙是水气较重、较寒的时阵，伫外口会出现的一种现象，就是会规个白茫茫，拢是蒙雾。山区早暗就拢较厚大蒙。发心是佛教的用词，有决心、希望、发愿、初衷的意思。你毋通袂记住你的发心。顶达是代志出差错、出状况的意思。代志去互伊舞一个顶达去。担仓做事是做田卖菜的意思，有艰苦人的意思，嘛有脚踏实地、一步一脚印的意思。咱也是担仓做事，看做较实在。响是用手去揢物件的一个动作，大部分是用伫咧揢衫也是布类的物件的时阵。外口足寒的，我来去响一领衫来晒。漚黄是物件放足久，豆豆啊变黄去啊。这本册已经漚黄去啊，可见已经有淡薄仔历史啊。
营野是一寡你放伫表面，而且足久无去吸也是无去拭的物件，伊慢慢顶悬会有一层幼幼腐蚀的垃圾物件。这张桌啊，足久无人用啊，顶悬拢营野。上元是旧历的正月15，就是现代讲的元宵节。上元节的时阵，就爱食圆啊，欣赏瓜丁甲叶米菜。小满是24节气的其中一个，差不多是伫旧历的4月中，新历5月20到22号的之间。小满是落黄霜雨的季节。呢是甲物件挂起来晒，也是放伫一个冷风的所在，好干。今仔日，阮阿母叫我去加斗内衫。年级是厝顶即块烟肠出来的所在，年级骹是即块所在下骹。落雨天的时阵，足侪人拢会伫年级骹美雨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首萧煌奇的送互你的歌的歌词介绍。这首歌真正足好听的 MV 嘛，足感动的，也未听过的人，赶紧去听哦！我是Lisa，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，另外我起赞歌来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关注朋友们去支持啊！订阅呢，不要小铃铛按了小小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买微信赛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麻烦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麻烦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